今日睇個樓盤係日進半斗嚟啊，旁邊就係珠海明珠站嚟嘅。佢首付係幾多呢？0.5成個首付嚟嘅，大多數都係港澳人士喺嗰邊入住嚟嘅，入住量都係非常高嚟嘅。呢個樓盤單位都係比較多嚟嘅。咁我覺得去係你嗰個售樓部嗰邊睇下個沙盤同埋啲銷控嘅情況，再嚟楊板間嗰邊睇一下。售樓部嚟嘅，咁我哋最售你就係34棟同35棟，佢戶型有90平方到102平方，加埋111平方嚟嘅，兩梯5戶嚟嘅。咁呢度你加推個樓盤你就係30棟嚟嘅，咁30棟有120平方嚟嘅，同109平方、111平方個戶型嚟嘅。如果睇下大家有點嘅興趣嚟嘅，咁我哋可以睇下嗰個銷控嘅情況啊，你睇下。銷控嘅情況就係咁啦，咁呢度35棟、34棟就係只有高樓層個戶型嚟嘅，咁加推個樓棟你30棟你咁到單位呢度係你選擇性比較高啲啦，都係多選擇嚟嘅，120平方比較多選擇啲嘅，然後111平方少啲選擇，同埋你109平方嘅，咁我咧去實體嗰邊嚟睇下整體個情況嚟嘅。咁項目你就係日進半斗嚟嘅，咁我呢個日進半斗個位置係非常優越嘅位置嚟嘅，咁旁邊幾百米個位置你就係明珠站嚟啦，咁醫院都係想衝過醫院嗰邊嚟嘅，都係輻射珠海整個配套嚟嘅。咁嗰度你就係1.5公里左右，你嗰度你會有一個3號店嚟嘅，生活圈係非常 OK 嚟㗎。海納神嗰邊就係嗰度係坦洲嗰邊嚟嘅。咁小學你都有七村小學啊，加埋嗰啲啊，你坦洲其他小學啊、14村小學啊嗰啲都係喺附近嚟嘅。咁呢個樓盤你主要係輻射到係14村個位置嚟㗎，咁佢你整體個商業配套你就都係非常齊全嚟啦，咁好似合信百貨啊，加埋1+1啊嗰啲啊都係好近㗎，優越百貨嗰啲位置都係好近嚟㗎，都係幾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啦。咁係佢嗰邊你如果去香洲嗰邊劉鎮甫嗰邊，即係情侶路嗰邊啊，只需要係15分鐘嘅車程咁，到拱北口岸又係大約都係15分鐘嘅車程嚟嘅，所以係非常近嚟嘅。咁嗰度你如果去香港同澳門嗰邊，你就更加近嚟啦。去香港嗰邊嚟到港珠澳大橋嗰邊個車程，你大約係30分鐘嘅車程咁，就係完全好似輻射到整個珠海個主要主城區嗰個位置嚟嘅，整個香洲區都可以輻射到嘅，30分鐘嘅車程就係。咁呢度咧就係我哋整個項目嘅具體嘅情況嚟啦。而家嚟到樣板間嗰度啊，兩梯5戶，我哋每一個戶型都會睇一下。首先睇下嗰個91平方個三房啊。咁入嚟嗰度咧就係餐客一睇個格局，都係兩邊開嘅動靜分離嚟嘅。咁我哋睇下嗰邊個廚房嘅位置，廚房嘅位置嗰度有贈送咁多個空間嚟啊，而且嗰邊都有一個陽台個位置嚟嘅。咁接咗嚟咧，我哋先睇下嗰邊個房嚟同公共衛生間，呢度都係乾濕分裂個衛生間嚟嘅。咁呢度你就係小朋友個房嚟嘅，或者父母個房比較好，因為佢比較獨立啊，加上靠近嗰邊嗰個另外嗰個公共衛生間嚟嘅。咁接咗嚟你睇下小朋友個房嚟嘅，小朋友個房空間感都好充足嚟嘅，呢度都有採光嘅，唔係冇採光嘅位置嚟嘅。咁睇下主人房嚟嘅，主人房就係嗰度，主人房都係一個套間嚟㗎，咁乾濕分離嘅設計啦。呢頭你就係你91平方嘅3房2廳2衛，都係睇園林景觀嚟嘅。咁我哋睇完91平方個戶型，我哋再睇一下其他個戶型嚟啊。我哋睇下另外個戶型，呢個戶型係110平嘅，因為嗰個單位你就係35棟嘅單位嚟嘅。咁睇下入嚟都係廚房嘅位置嚟啦，廚房個設計都係 OK 嚟嘅。咁再入嚟嗰度睇下南北通嘅設計，呢個戶型就話110平方南北通嘅戶型嚟啊，可以睇下佢餐廳嘅位置都係好獨立啊。呢個空間呢度就係陽台嘅位置嚟嘅，陽台位置計算一半個空間嚟嘅。咁呢度係大廳嘅空間啊，睇下大廳嘅空間亦係好充足。今日呢度係主人台係南向嚟嘅。咁佢南北對流，講白咗左向就唔使太多個顧慮啦，嗰方面嚟。咁接咗嚟你再睇下，呢度就係小朋友個房，呢個空間都好充足，贈送個空間又好多嘅。咁呢度你就係
公共衞生間嚟嘅，捐濕分離都係做到捐濕分離嚟嘅。咁嗰度你就係做有一個父母嘅房嚟嘅，睇下父母個房個採光面都好大嚟嘅。咁佢價錢係幾多咧？就單價喺9000零蚊起步嚟嘅。咁呢度你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個空間你可以睇下，衣帽間喺嗰邊兩邊嚟嘅，咁衞生間喺嗰邊嚟啦。佢整個空間感都好充足嚟啦。非常實用啊！主要佢最大個亮點嘅價錢係比較平嘅，性價比比較高嚟嘅。旁邊就係珠海嚟啦，明珠站幾百米個位置。然後佢單價最平你係9000零蚊，裝修好啊！咁佢其中佢嘅根價係幾多咧？就係12000零蚊咁個根價嚟嘅。咁我哋接咗嚟你睇一個102平方嘅戶型嚟嘅。咁我咧睇下呢個102平方個戶型啊，102平方都係3房嚟嘅。咁嗰度你入嚟，你送咗個入戶花園個位置嚟啦。咁接咗嚟，咁我咧睇下其他位置。呢度係廚房嘅位置嚟啊，廚房外邊都係有個小陽台嚟噶。咁可以睇下佢個餐客一睇個空間感都係好充足嚟啦，佢整個空間感啊。咁呢度你就係陽台個位置，陽台個位置好大噶，佢目前係封咗嚟嘅。到時候佢冇封閉式嚟㗎，俾到你嘅。咁我咧接咗嚟睇下入邊，呢度公共衞生間，主要佢一個格局好方正嚟嘅，而好實用嚟嘅。咁嗰度係你父母個房嚟嘅，呢邊都有贈送嘅面積嚟嘅。呢度你做咗小朋友個房嚟啊！小朋友個房都實用性都好高嚟啦。咁我哋睇下主人房嗰邊嚟先，主人房可以睇下佢捐濕分離個衞生間嗰邊嚟嘅。咁休息區最大個亮點就係嗰度嚟，就係飄湯位啦。飄湯位嘅位置就實用性都好高嚟嘅。咁休息嘅位置你肯定要舒適度比較高嚟嘅。咁佢有咁多個戶型啊，有90零平方啦，你102平方啦，加埋110平方嘅戶型，你喜歡搬個單位嚟咧，佢有其他呢棟就係34棟同35棟個戶型嚟嘅，係一模一樣嚟嘅。咁係你30棟個戶型嘅，剛才我喺售樓部嗰邊有講過嘅120平方、109平方、111平方嘅戶型嚟嘅。咁睇你中意搬個戶型，如果喜歡個聯繫我，帶你嚟現場參觀一下。